我把這封信放在了鋼琴鍵上，準備踏出房門的時候，乍聽之下，一陣熟悉的琴聲回盪在我的耳邊。此刻我心亂如麻，頓時失去了方寸，懷着忐忑的心情回過頭。忽然窗外的一陣風吹散了窗簾，陽光直射在鋼琴座位上，一個影子出現在地板上，琴鍵竟然自己演奏起來。我痕跡如飛地跑過去想抱着它，可是就是一瞬間，影子消失了，琴聲也停止了。過了許久，我拭去眼淚，給自己心理暗示，對的，爺爺回來看我了。我就這麼想着，就睡着了。